Art China 2025台南艺术博览会正式启动。迎接3月美术月，市府文化局跟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一起举办台南艺术博览会，邀集台日韩45家画廊参展，呈现美学新浪潮。画廊协会因应整个台南艺术风潮的一个风向，以及大家民众对艺术博览会的一个期待，所以在今年我们也让艺博会呈现更生活化，也更年轻化，同时更国际化。台南是一个文化的城市，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艺博会的举办，也期待很多不管是看门道，或者是觉得很新鲜新奇的好朋友，都能够来参加艺博会。今年展出的作品相当多元，包括油画、雕塑、复合媒材等等。当中有来自日本艺术家融合北海道的民俗图样跟雪景的创作，还有透过动物拟人化的方式传达个人思想。另外也有艺廊扶植台湾学生的作品。台南大学硕士班的学生，那他是以传统的这个水墨画的技法为基础，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有竞争力，一直不遗余力从事这方面的一个工作。这一次的艺博会呢，我们带了20几位的艺术家，基本上是日本啊，然后欧洲啊。画廊的方向主要就是说做疗愈的艺术品，或者是让人家看了会开心的、可爱的、有趣的。这次比较特别是有独家代理艺术家来自北海道的范田童子，他喜欢融合北海道传统的民俗的图腾，然后还有北海道特色的雪景，所以在他们的人物的眼神上面都会非常可爱，然后楚楚可怜，然后好像梨花带泪的感觉。除此之外，艺博会也和台南新艺奖合作，挑选3位新锐创作者加入艺术市场当中，还有以女性艺术家为主轴所规划的藏家特展，3月14至16日连续3天的展期，将持续关注当代艺术与在地互动，并推动台南的艺术生态及收藏氛围。记者邱怀谈的报道。